今年聖誕同元旦香港嘅活動多到手指數都數唔晒啊！我幫你哋揀咗幾個必去點，記得俾個 like 先啦。首先講重頭戲啦，12月31號維多利亞港元旦倒數免費入場，咁維港兩岸燈光閃到眼花花，倒數嗰陣全場嗌到把聲都沙晒，咁帶埋朋友仔一齊去啦，簡直浪漫過食朱古力啊！如果中意聖誕氣氛，咁中環皇后像廣場聖誕天地一定就唔可以錯過啦！11月28號一直到1月4號，20米巨型聖誕樹閃到發光，咁12間聖誕木屋有得食有得玩，咁仲有光影匯中環8棟大廈外牆變身光影畫布，打卡靚到爆添啦！如果中意熱鬧，咁就一定要去迪士尼嘅奇妙 Party 啦！11月14號一直到1月4號，園區四圍都係打卡聖誕裝置同埋燈飾㗎，咁連旋轉木馬都帶咗聖誕帽添啊！咁仲有冰雪奇緣無人機表演加奇幻嘅飄雪。如果想聽歌，咁張學友60加演唱會聖誕隨即加開，周深跨年紀念場12月31號開 show， 歌聲靚過聖誕鈴聲啦！我仲揀咗西九 Mary Blue 氣球巡遊，大館聖誕馬戲通通都係免費㗎。咁今年聖誕加元旦去香港玩到唔捨得返屋企，你又最想參加邊個活動呢？評論區話俾我知。